咱拄则听到就是总统撰文上新的讲法，业界新鲜业界消息要来看到，即马人气上解旺，并且第二代到日本的天王木村拓哉查某囝木村光希，也有咱台湾的后阳娜娜。另外，还有一个好朋友，俄罗斯上水的名称第二代，就是香港马港的女神邱淑贞的大汉查某囝新月。伊头一届互人邀请来翕杂志的封面人物，互人讲伊看起来真古锥，目睭圆圆大大蕊，真侪网友撒落冰八卦，拢讲起。杀到伊。穿西装加上真水的面膜啊，香港女神邱淑贞的大汉查某囝心月，进前受到邀请翕杂志封面的相片，不管什么造型翕出来拢真好看。不管是古锥的，还是高雅的，翕出来拢真迷人。网友看到拢讲心月是少年版的邱淑贞，各行讲是上水的面青的囡仔。啊，若讲到面青的囡仔，这个嘛同款真水。 欢迎品牌大使木村光希 Komi 入场。日本天王木村拓哉查某囝木村光希，唔拿靠爸母的名声，伊家己嘛真有大名星的班，可以定受到邀请参加竞小。啊，台湾的欧阳娜娜嘛同款，定定引起话题。Sorry, I can. I think I can sit here. Yeah. Cause no, it's okay. 虽望面青的囡仔压力较大，不过出道嘛真紧，唔拿身份受到大家注意，为爸母为团内翁仔头嘛，互因定定受到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